块钱已经是我们对你最后的情面了。你拿上它，赶紧替雨儿去嫁给那个乡下的种地的老男人。阿姨，这不是钱的问题。七月，你就别装了，你不就是嫌钱少啊？最多再给加500啊！瞧你捡钱的样子，就跟个狗一样。七月，你就别不知好歹了。虽说那个村庄啊，它又破又旧，但是旁边的蛇墩山可是首富的产业。首富听说要在那蛇墩山上啊建一座最大的休闲庄园，你啊，要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啊还能捞到1-2个骨头吃呢。可是爷爷爹们当时嫁过去的是姐姐，嫁妆留给的也是姐姐。七月，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抢我的东西？姐姐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担心戚家的名声。如果让外人知道戚家是霸占嫁妆的角头，那爸，你说对吧？得了吧，许一安父母早亡，自己就是个种地的，他都出不起彩礼，我凭什么给他出嫁妆？哎，七月说的有道理，你自己去你姐姐房间拿吧。哎，行了，戚家的生意才是最重要的。况且我们这种身份和那些乡下货色能一般见识？我收拾好了。收拾好了就赶紧走吧。好的，爸爸。妈，哎，行了行了，你点蝇头小利，便宜这个小贱人。还好呀，老爷子的遗产我全部给他换成了金首饰，全在你房间的壁柜里。真的啊？还真是字面意义上的搬空了。他怎么把沙发搬走的？怎么连我床也拆了呢？金首饰啊，金首饰，对对，还在。狗崽子，你给我推车！推车！贱人，气死我了！哎，都怪你！你看你养的什么女儿呀？七月，你个死女人！哎呀！真早就想开这个家。我去，不是说家里是种地的吗？这么好。你好，请问许一安在吗？哪来土包子？本想着入乡随俗穿的简单点，没想到脱口竟然是我自己。我是七月，许一安的妻子。你就是戚家跟易安妮娃娃亲的女人啊！一个又蠢又笨的拜金女，也配嫁入我们许家？去，别脏了我们许家的地！易安不会娶你这种女人的。请问您是？我一直照顾易安，我跟易安的关系可不是你这种人能插足的。啊，原来是保姆阿姨啊！叫谁阿姨呢你？我才20多岁。天哪，我看您的鱼尾纹都要掉到地上去了，家子又这么大，我还以为您是易安的长辈，不好意思。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哎呀！你干什么呢你？我看他们的妆容，我都看到了，人家是易安的媳妇儿，你一个保姆怎么能推她呢？我没推她，她装的。大姨，确实不怪这位姐姐，是我自己没站好，一不小心摔倒了。
你什么理？人家姑娘这么善良，这么多人在我门前斗地主呢，场地费好吗？我的妈！我的腰，我的胯子，我的腰，我的外挂，我的腰。我爱你。呀，来的正好，这是你城里来的媳妇儿。刚刚庄如还推她来着。你好，我叫七月，你未来媳妇。厉害，他是装的。你以为你不信我？你给我快解释清楚，我根本就没有推你。对，这位姐姐说的是，确实是我自己不小心烧的。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不信你们看啊。Something in your eyes, tell me who I am. Something in my heart, only 한 사람끼리 이 정도 거짓말에 속아주는 게 아닌가요? 될래가 멍청이 모두 날 봐요. 우리 생각할 겨를조차 주지 마요. 什么着急？没什么。昨天助理已经把戚家大小姐的基本资料传来了，一个不择手段、举止浪荡的拜金女，我是不会娶的。刚才有些话不方便在外面说，你那些情况我都了解。娃娃亲这种东西已经过时了，它不适用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回去。你也要赶我走吗？我知道我是一个累赘，妈妈刚过世，爸爸就重新组建了新家庭。我知道自己是个多余的。怎么跟资料里不太一样？算了，我还是走吧。回去顶多就会被毒打一顿而已，我早就习惯了。我的意思是，你先在这住1个月，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嫁过来。反正也是爷爷的遗愿，等他住1个月再主动离开吧。农村生活可不是她这种大小姐能待下去的。那谢谢你了。那既然在这住了，就安分一点。我跟你讲，庄如是小杰的救命恩人，你少给我惹是生非。好。这点钱你先拿着用，少管闲事。种地这么辛苦，10万块钱一定攒起来很不容易吧？这我收下了，不太好吧？拿着吧。但有些事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啊。我给不了你爱，我只能给你钱，所以不要想那些不该有的。还有这种好事儿？没关系，有我爱你就够了。果然，对付拜金女还是这招管用。哦，对了，你不是说你在山上工作吗？在哪儿啊？需要我去帮忙吗？蛇东山。蛇东山，这不是江城首富负责让他住吗？难道你就是首富底下的工人？算了，这女人本就虚荣，还是不要让她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呀，你可不能留这个土包子，他就是个骗子。庄如，你什么时候转行卖水管了？管这么多？呀，我这是为你好。我需要你为我好。呀，一杰说，来，一杰说，
先说，说，我不要他。徐狗蛋，大人的事你少管。你要是赶不走的，知道好吗？爸爸，我不要这个臭女人。你有孩子了？你有孩子了？对，我就是他儿子，你赶紧滚！徐狗蛋，以前那些女人一听我是哥的儿子，都嫌我是个累赘，马上就走了。我看这女人能待几分钟？你笑什么？平白得了个7、8岁的孩子，都不用自个儿费劲生，这可谁不笑？小你可爱呀！走开，臭女人！徐一姐，谁教你的？一杰来，我带你出去玩。爷，我带一杰出去玩，你们慢慢聊。呀，既然你已经有孩子了，那我愿意以后不生孩子，只专心抚养一姐一个人。这样的话，她也不会有心理落差。雪妍，娶到我这么一个温柔懂事、善解人意的媳妇儿，你就偷着乐吧。资料里，戚大小姐刁钻野蛮，在家中经常欺辱继妹，这到底是谣传，还是你真的会演戏？他不是我儿子，他是我弟弟。什么？搞笑。我说，原来是这样啊！站好！蠢货，这都赶不走那个女人，你这肥了啊！还敢拿眼睛瞪我！当初要不是出了点意外，那个小杂种早就被我卖了。这个拖油瓶，说不定现在嫁给易安的人就是我了。我再给你几天时间，要是赶不走里面那个女人，我房间里的棍子可就不是吃素的了。小强，你去把那臭女人吓走。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叫？该不会是吓晕了吧？哼，就这点小把戏，还想吓我？小样！徐狗蛋，在干什么？我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才第一天就投怀送抱，自己站好。我没看，我什么都没看，我什么都没看。别叫！停！你流鼻血了。你胡说！天气热，上火，我去睡了。那我去哪儿睡啊？不然我跟你一起睡吧。你放心，我是看不上你这种人啊！我只去拿被子，以后你睡主卧，我睡客房，知道了吗？对了，一杰他从小就有自闭症，他对任何人都是这样，而不是针对你。啊，知道了。一杰，看到没？这就是你哥给你找的嫂子。你哥都下地2小时了，他才起床。城里人就是懒。一杰，看到没？
这就是你哥给你找的保姆，自己吃三明治和牛奶，给你吃咸菜和稀饭。到底谁才是家的主人？那是因为一杰不喜欢吃这些。再说了，小孩哪需要那么多营养啊？你以为是你们城里的孩子啊？那么娇气。吃这个。看到没？我早就说啦，一杰不吃这些。我就算到了胃口，也不给你吃。你干什么？我才不吃呢！那随便你喽。我看你这一回还怎么装可怜？哎，大家伙来，快来看看！哎呦，这啥事儿啊？又出事了！快！你等等我们！大家伙快来看看呀！这个女人不让一杰吃饭，还随便的浪费粮食，这才是刚来就不让一杰吃饭，谁知道之后怎么虐待一杰呀？没想到你人长得不咋样，心肠还怪歹毒的。不是你说我歹毒就算了，你说我长得勤俭节约可是咱们村的村规，居然有人敢明目张胆的浪费粮食，城里人就是没素质，该把他赶出我们村。对，赶紧把这种人给赶出去！你快滚吧！一颗老鼠屎还想坏我们一锅汤，我们根本就不欢迎你。我们才不要你！你自己说。的确是我当的，因为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杰他实在是太可怜了，但是太可怜了。妹子，你别哭啊，慢慢说啊。这孩子他太遵守村规了，咸菜都发霉了都舍不得扔。你说这碗粥它就几粒米啊，孩子长身体呢，这点营养哪够啊？他把鸡蛋和牛奶全都让给这位保姆姐姐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把粥倒掉，逼孩子吃了点鸡蛋羹的。都怪我不好，我应该把这碗粥吃掉的。我现在就去好。这怎么能怪你呢？哎，你都是为了孩子啊。大妹子，不好意思，你也别太自责了。这年头哪有孩子不爱喝牛奶吃鸡蛋的？我看就是庄如这个保姆搞的鬼。大家不要怪保姆姐姐了，她肯定是太节约了。要不这样吧，这些粮食以后就交给你了，一日3餐，1个月应该够吃，不要浪费哦。我怎么能吃这些啊？姐姐身强体壮的，吃点清淡的应该没什么吧？呀，庄如，看在一杰的份上，这一次我就不追究了，但你记住，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哦，走吧你。我别走了，回家洗衣服。
对不起，这次都怪我，又连累你了。以后1日3餐由你负责，别饿着一姐。还有你自己，你这是在关心我吗？少自作多情。我是怕你饿死在我这儿，毁坏我名声。我叫的财神爷对我真好。别动手动脚。蠢货，少招惹我！你就是装的你果然就是装的。我要去告诉易安。其实啊，你跟莎士比亚有一半像。哪里像？莎比。你还跟伍佰有点像的一个250，一个丑陋的土包子而已，以为有婚约就可以当这个女主人啊？只要我稍稍打扮一下，凭借我的美貌，别人还能看上你这土包子？丽姐，过来。来。对不起，我不。如果你保护不了你自己啊，你就要找到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人，好吗？一个不修边幅的丑女，真以为易安能看上你个土鳖？只有我才配站在易安的身边。干嘛呀？选秀去啊？时尚这门学问，你是永远不会懂的，蝼炮。我就穿的朴素点，还真以为我土。今天就让你看一下，什么叫惊艳全场。儿啊，还得变。只要拿下许易安，还怕赶不走七月这个丑女人？易安，你上山去啊！哎呦，易安，庄如可真漂亮，跟个大明星似的。我们家老大可真好，又是帮忙照顾易姐，又是上山帮忙，真勤快。对呀，老大，我看庄如对你就不错，人长得又漂亮。你说你不娶她，还得娶戚家那个人品败坏的女人。我照顾易安那是应该的。我本来这一次上山的时候叫七月一起，结果他还在睡觉，我跑去喊他起床，他还满口不会的骂人。他这种又懒又土、品德还败坏的女人，确实配不上我们易安。我听说啊，这个戚家大小姐穿着老土又好吃懒做，你像面对这种丑女人，我都替老大感到委屈，对不对？哎呀，就是啊，老大娶那种丑女人有什么用啊？你说老大在田里干活，也不说来看你。我估计啊，那城里的大小姐连这田里的路都走不了。对呀，还得是庄如。哎呀，又漂亮又能干。我说你们啊，还是少教人舌根为好。丑点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品行。可是那个女人就真的是要人品没人品，要相貌没相貌的，简直就是一无是处。谁在说我坏话呢？这是谁呀？真漂亮，比庄如还漂亮。你这样的媳妇儿，等我3根肋骨我都乐意。狐狸精！易涵涵，我的脚好像崴了，你背我下山吧。哎呀，我的妈！哎呀，
你怎么来了？我这不是看你上山工作辛苦，来看看你。怎么不欢迎我啊？我只是觉得意外。去，你是来选美的吗？你穿裙子下地，这是干活的地方，不是让你来添乱的。姐姐教训的是。来，我给大家带了西瓜，大家快来解解渴吧。你就是嫂子呀？果然是城里来的，漂亮，跟大哥是绝配呀！这就是还得是嫂子，又漂亮又心细。那个刚好我口渴了，我就不客气了，嫂子。我也来，这个吃的。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你们照顾一杰这么辛苦，姐姐，你不是说这是种地的地方，那就不要浪费时间在这吃东西了。干活去吧，拿着。这女人和资料里简直是两个人。说吧，来这有什么目的？我只是心疼你，想让你休息一会儿。果然是个举止浪荡的女人，以为这样你就能得逞啊？做梦！哎，不是，死契约，居然敢让我喝粥，粥都不喝，你让我喝，爱谁喝谁喝。哎，死刘三贵，你干什么呢你？不用掩饰，我知道你喜欢我。对了，三贵哥，啊，我知道有一个人喜欢你可久了。啊！女人，你的 crush 来了。死小孩真扫兴，去啊！哎，小杂种，老子跟你说话，你听不懂。滚出我家！小小年纪还敢打人，果然是没经过教的东西。妈！老子今天就请你爹好好教教你。干什么？哎呀，你就是齐月，长得确实有几分姿色啊，配得上哥哥我。生活索然无味，蛤蟆点评人类。你看，我喜欢你欲擒故纵的样子，但是不要太矜持。有时候我也喜欢热情一点的。那我保证热情似火。你敢打我？怎么不敢？走！耶！嘿嘿嘿嘿嘿！贱女人！哎呀，死小孩！错！耶！小贱人，老子今天就好好教教你啊！呀，你这城里媳妇儿可不太老实啊！我亲眼看着她给别人留了门，那刘三贵拿着花去的，这孤男寡女的。我就说昨天七月穿那么少，还跟刘三贵眉来眼去的，原来他俩早就有私情，真是没羞没臊的。这女人果然是装的，这么快就暴露本性了。易安，咱们赶紧回去赶走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小贱人，老子今天就好好教教你啊！好像个碎怎么碎了？小贱人，他妈，老子今天不办了你，我就不姓刘。办了你爹，我姓戚更好。别人，老子，你这个疯女人！你别打了我了！是庄主指使我来的。真的，你别打了，我再也不来了。任姐，我们快去进去瞧瞧吧。救命啊！救命啊！这个孩子，救命！救命啊！谁能来救救我们？你这个贱女人还敢套路我！你这个贱女人！我，老师，怎么回事？许言，你媳妇儿昨天眉来眼去的爱着我，今天我人来了，脾气都不有，打得我满脸是伤，差点把我给废了。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你这个女人，跟我引人好手段啊！哼，就是可惜脏了我们易安的家。你们大家伙看看，这城里来了个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勾引人不成还打人，这不就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吗？就是啊，住隔壁都嫌晦气。跟你说，这种女人呐，可能跟很多男人都有染，都有脏病呢。哼，赶紧滚出我们村吧！这种狐狸精，她在村里也是祸害。到你了，你说吧。明明是他先非礼我的，然后他还打了一记你们都看到了的。况且我老公这么帅，我怎么可能瞧得上这种残次品？而且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连瓶盖都拧不开，怎么可能打得过你个壮汉？你少在这演戏，就是你打我！老公，你可以不相信我，只是可怜了一击。他实在是太可怜了，一定被吓坏了。对，当时这小崽子也在场，他看到了，就是这女人拿棍子打我。到你了，说吧。他没有打人，是那个坏人闯进来打我们的。小杂种，你胡说什么？嘴巴给我放干净！一杰才8岁，他能撒谎？带走！许愿，你敢这么对我？谢我什么？谢谢你刚刚帮助我。保姆姐姐这样做，肯定是因为很讨厌我，才会处处针对我的。但是你一定不要怪保姆姐姐，毕竟她这样做肯定是因为她在乎你。你胡说，谁针对你了？你收拾东西给我滚！还有你，回去告诉你男人，明天不用来干活了。呀，你可不能这么做呀！我们全家就只剩我男人一个人工作，不能断我们的路啊！哦，全家就指着你男人一个，怪不得这么邪门。大妹子，是大姨眼瞎误会你了，你再跟易安说说，原谅我这一次啊！哎呀，其实大姨也不容易，而且她是因为保姆姐姐才误会我的，要不这次就算了。对，就是庄主这个保姆搞的鬼！滚！让你滚，你滚！滚呐！
还有你。那我去做饭。收拾东西走人。呀，你饶了我吧！呀，你就看在当年我从姐妹手里救一姐的份上，你饶了我吧！哎呀，怪不得许阳能容忍这样的女人在身边，看样子这次赶不走她了。哎，姐姐，你先起来，只要你知错能改，依安肯定会原谅你的，对吧？这次委屈你了。我没事的，只要一杰没事就行。今天吓到你，这点钱你去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爷，你是我的神，这怎么好意思呢？他打的。没事的，只是拉一杰的时候不小心碰。什么没事？别动。很疼吗？要不要先去医院？你这是心疼我啦？神经，想多了吧你。好了，只是这样安慰我，可是够了。那你还想要什么？可能还需要一点肉体上的付出。你想的吧？可是明天陪我逛街当苦力去，讲什么呢你？我以为你想按摩什么的，谁稀罕你？莫非是今天造型不对？帅得很依旧嘛。果然是拜金女，眼里只有钱。我这种条件你都看不上，没前途。老大，刘三贵怎么处理啊？还能怎么处理？废了。废了？左腿还是右腿？3条。到了。走吧。我有点事要处理，你先自己去逛。啊，好吧。你这腿没好，你还出来干嘛呀？人家就是想接你嘛。朱少，你什么时候娶我呀？你放心，等我跟那黄脸婆离婚了，我就娶你。那个黄脸婆长成那样，也配站在你身边，真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长得丑怎么了？他随便一点股票就能够让我朱家上位，更何况他表哥可是江氏的首富啊！七月，居然真的是你！刚刚开3轮车的那个，不会是你老公吧？果然是种地的，一股子穷酸臭气。你嫁过去，该不会睡的是猪圈吧？哎呀，告诉你啊，离这种人远一点，身上都是病毒啊！七月，这位是朱少，整栋商场的人都认识他。像你这种下等胚子，没钱就别来这里丢人现眼了。你牙上有菜。服务员，这包我要了。服务员，这包我要了。小姐，你眼光真的是太好了，这个包啊非常的适合你。你看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的吗？这个包也要了。这件我也要了。这牌我都要了。那件，我全都要了。这件也是。姐姐，你这人欺人太甚了。七月，我看这次谁能来帮你？小姐，一共消费20万，您看您是刷卡呢，
还是扫码？什么？就这几件要20万？这都是我们店的新品，所以价钱稍微贵一点，但是这样才符合您的身价。干嘛呀？付钱呢？没睡醒啊？可是，姐姐，你不会买不起吧？你一个乡下人，瞧不起谁呢你？没关系，没关系。等我嫁进朱家，还怕没钱吗？你也太厉害了吧！3、2句话就把我们店1个月的销售额都完成了。分账钱我给你转过去了，谢了，走了，拜拜。七月，你炸我！哎呀，被你发现了呢。七月，你炸我！被你发现了呢。七月，你个贱人，自己没钱没本事，嫁了个穷鬼，就用这种方式来骗我的钱，果然跟条早死的马一样。再说一遍，再说几遍都一样，穷鬼！早就跟你说过上招惹我。在干什么？打扰了，打扰了。你继续啊。我什么东西啊？最后再警告你一次，少来这。老板，这个季度的营业额已经发给您了，您有空啊，抽空看看。我不是让你发给王德发了吗？王经理说他忙着搬砖，所以才让我发给您。那我请他来干什么？秦如雨啊。你这个贱人的老婆，那个臭臭女的，两个肮脏的下等人，任何羞辱我，我一定会让你们在江氏混不下去。你要怎么让我在江氏混不下去？这男人怎么看上去有点眼熟？不过听如雨说就是个乡下人，我怎么可能和这个肮脏的一般人有交集？七月，我会让你知道，在绝对的权势面前，耍把劲是没有用的。你就等着和你个穷鬼老公给赶出江氏吧。再说他一句试试。我身边这朱少可是朱氏集团的继承人。你叫什么？我笑看到了2只蚂蚁。啊？什么蚂蚁啊？2只想要搬动大象的蚂蚁。你们说可笑不可笑？你说什么？夏经理，我是朱氏的朱燕，我们之前在饭局上见过。朱少今日的表现可比那日在饭局更加引人注目啊！这2个乡巴佬扰乱了我的兴致，不过看在他们认识夏经理的份上，我就不逼死他们了。哪有什么身份？我倒是有张身份证。七月，你看到了吧？像我们这种高等人士，是你们这下等人一辈子高看不起的。现在我就饶你一条活路。抱歉啊，朱少、戚小姐，那就请你们这2位顶层人士离开我们商场。我们商场从今以后啊，拒绝接待您这2尊大佛。说什么？你为了这2个乡巴佬得罪我朱家，恐怕待会你就该卷铺盖走人了。哼，朱家真是屁股上描眉画眼，好大的脸啊！我要是和你们这2只小蚂蚁同流合污的话，那我可真的要走人了。你什么意思？他是你的领导？不是，我就说嘛，一个乡巴佬怎么可能是你领导呢？就是一个臭臭地的，还想当领导？不开这商场，这辈子就最好的地方吧，一股浑身臭气，还赶紧回去吧。您2位理解错了啊，他并不是我们商场的领导，他呀是这栋大楼的老板。说什么？他是这种商场的老板？他居然这么有钱，捡到宝了！怎么了？没什么，就觉得你今天超帅。有点臭钱在江氏算个屁！我朱氏的实力在江氏是这个暴发户永远无法匹及的存在。这个破商场，我
我朱氏早晚要把这个吞并了。你确定要跟我作对？我管你什么猪氏、牛氏、马氏的，在这儿都不好使。请你们2位赶紧滚出去！就算你再有钱，也是个中介的乡巴佬。走。姐姐，我可得谢谢你的退出，把这么好的老公让给我了。什么？他还有个姐姐？退出又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花那么多钱，不是你的钱不心疼是吧？对呀，不是我的钱，但是我老公的呀。我老公就是宠。不会吧？你不会没有人宠吧？你是不知道易安赚钱的辛苦，随便一个包都1万块，够1个月的饭菜钱了。那易安1个月给你这么多钱买菜，你还给一杰吃稀饭和咸菜呢？不会吧，不会吧，不会那些钱都被某人给私吞了吧？我没有，你乱说，你有证据吗你？易安，那些钱我全都用来买菜了，哪还有钱私吞啊？你不能不信我。我为什么不能不信你？你就算不信我，你也要信易杰是吧？易安，你大多数时间都在山上，你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可是易杰他知道呀。啊？那我更不信。难道我藏在枕头底下的钱真的被发现了？既然姐姐这么笃定，那这次我就不追究了。但是，姐姐接下来花的每一笔财产都得记下，要不然啊，谁知道那些钱都去哪儿去了？毕竟啊，我老公赚钱这么辛苦，而且他只愿意给我一个人。易安，照做。哟，照做啊！再让那个贱人待下去，我就一点地位都没了。易安，过了今晚，我就是你的人了。其实我已经仰慕你很久了，我不求钱财和名分，只求你心里能有一点我的地位。离开他好吗？我比他更爱你。姐姐，你这样很不太好吧？你怎么睡在这儿？我一直睡在主卧的呀。啊，姐姐，我说怎么之前我刚一进家门，你就老是处处针对我呢？原来你是想吸引我的注意呀。不过我这么漂亮，也是劳烦姐姐煞费苦心了哈。哎，不过姐姐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喜欢的是男人啊。不过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也不会歧视你的哈。贱人，你发什么疯呢？大晚上不睡觉在鬼叫什么？我去！张茹，你把我们家的窗帘扯下来干什么？呀，我刚刚睡着睡着，一睁眼，他忽然就爬上我的床，然后叽里呱啦的不知道说一些啥，吓死人家了都。叶兰，不是的，我以为床上的人是……不行，要是如实说，明天全村都会知道我勾引易安的事，我的名声和脸面还要不要了？是什么？我是梦游，梦游，不小心的。那我建议姐姐去查一查，万一有啥精神病呢？那我建议姐姐去查一查，万一有啥精神病呢？我会去看的。
哎，记得把窗帘装回去。那我先回去睡觉了。你在说我养了个媳妇儿吗？重婚是犯法的。那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让你不满意了？徐总，戚大小姐的信息我又查了一遍，我上次给您的资料确实没有错误。那为什么跟我看到的是2个人？你为什么这么问？臭直，这种看了睫毛不着的感觉跟刷视频有什么区别？看来我得放大招了。那你为什么要走？你别哭啊！我只是觉得我们还不够了解。可是我害怕。行，今晚我陪你。真的？现在不害怕了吧？岂止不害怕呀，气得气饱。这么快就睡着了？哎，果然有我在，他比较有安全感。丽姐，你猜我给你打什么？我不需要。徐狗蛋，你又跟我闹什么脾气？你不许叫我狗蛋。好的，狗蛋，只要你告诉我什么原因，我就不叫。你嫂子，不war嫂子，山上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哎，你就好好在家里待着吧。山里的事情可不是你这种城里的娇姑娘能处理的。平时这种事都是我陪着怡安处理。你好像条酸菜鱼啊，什么意思啊？又酸又菜又多余。我能不能应对这件事情是我的问题，姐姐还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吧。毕竟啊，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哦，对了，记得去医院查一下自己的神经病啊。你有病啊？放屁！你个死妻人，你个死女人，你这是说什么呢你？给我待着！哎呦！没有天理呀！危险事故，拒绝赔偿。找你有点权利，你就可以欺负我们穷苦老百姓吗？啊！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提供赔偿，不把我儿子3岁给哪里放出来，我呀，我到地上我不起来了，我绝不向强权低头。刘强，你少他妈在这胡搅蛮缠！你腿上的伤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了，还居然怪到施工方头上来索要赔偿。当初要不是老大可怜收留你在这做工啊，你们全家早就饿死了。起来，别闹了。人在做，我天在看呐！哎呦，你威胁我，让我主动离职，还把我儿子3岁送进牢里头去。我告诉你，你低估了我。我是一位父亲，我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我不怕你们。哎呀，不行啊！演完了吗？你说完了。徐然，你没人性，你会遭报应的。哎呀，不行啊！家人们都看到了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徐然还敢威胁我老公呢，有没有王法了？家人们呀！
化学存在，这种人才应该坐牢吧？大妈，你尽管勇敢报官的事，证据不会确实，真可怕！这个许愿会真的想杀人了。谢谢你们的支持啊！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谢谢大家。黄罗果然是个好东西，一群同情心泛滥的傻子，这么容易就被我骗得团团转。哼！直播，原来是玩这么一出，想利用舆论来逼迫叶安停工别偿。既然想利用舆论，那老娘就陪你们玩。刘晨，你要不要点脸啊你？你腿瘸了你就少出来蹦跶，来找叶安麻烦，你非得两条腿都断了你才安心是吧？家人们都看见了吧？连许家的保姆都敢威胁我老公啊！家人们呀，都看看，好好看看呀！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对手。哎，你儿子坐牢，不能找叶安麻烦，你该找他，就是他。哦，我认得你，就是你勾引我儿子不成，反陷害我儿子，让他进了监狱，就是你。叔叔，这直播录着的可都是证据，搞不好要坐牢的哟。你胡说什么呢你啊！唉，本来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人，我想和和气气的，可是你们就这样诬陷我和我老公，那有些事情我就不得不说出来。其实刘三贵他是一个不能人道的阉人啊！阉人，阉人！你个小贱人，胡说八道什么呢？那天他对我施暴，我只是为了自保，于是我就一脚在他的裆下，结果竟空空如也，我竟未伤他丝毫。他恼羞成怒，想翻进我们家杀我灭口，幸好叶安赶到的及时，这才能把他送进牢。贱人，你胡说八道！你撕了他的嘴！你叫什么叫？你出生的时候只带了声道，没带脑子是吧？啊，对，我好像听说这种病好像遗传哎，这可是要关于传宗接代的。不会，刘三贵不是您的亲生儿子吧？你个小贱人！这我把他的嘴撕烂了！你有病！哎，起来了！我就说嘛，一个瘸子上山不带拐杖不带轮椅的，是怎么走上来的呀？哎，该不会是被老婆抱上来的吧？果然呀，儿子跟爹简直一模一样，一样的。蠢！老太婆招他红了，要到冰山高山上去了。这些网友的同情心都是落实我放别人小主人还得开直播，我总算知道什么叫做卫生纸号一下。人家小姑娘这么漂亮，自己歪瓜裂枣的，还有脸去歪瓜裂枣的看。散了，哎，走，哥，走，让你们陷害一样，让你们找叶安。散了。怎么，为我着迷了吗？还行吧。其实不用你帮忙，我自己也能搞。哇，你好厉害，我都要为你着迷了呢。所以你允许你的小粉丝近距离接触你一下吗？滚滚的让我们행복이기를 둥근다 흐르는 너날 이 길을 설후 찬바람 우리를 아려 一姐，来吃饭啦！我不会和你一起吃饭的。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去看看。还是我去吧，毕竟以后我还要跟他一起生活呢，我得跟他好好谈谈。你好。徐狗蛋儿，今天的事儿我们聊聊吧。
徐果蛋儿，一杰，徐杰，徐杰，你发烧了！呀，一杰发烧了！徐阳，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啊？不就是发个烧嘛，哪个小孩没发烧过？大惊小怪。徐安呢？出去了。哎，七月，你还真是个烂好人啊！他那么讨厌你，你还担心他？要知道他可是许一安的爹爹，要是他不在了，未来许家可都是你和你亲生儿子的了。你想干什么？发烧最严重不就是脑子烧坏吗？许一杰要是变成了个傻子，未来还不是随便你拿捏？到时候再失足碰水，谁知道原因？呸！神经病！你小子可算醒了，昨天晚上真是折腾死。不要你管，虚伪。想吃点什么？沉默就是白粥，不吃就是海鲜粥，不要你管就是青菜粥。好吧，反正瘦肉粥。小朋友醒了，昨天你姐姐可担心坏你了。她是装的，假好心。昨天晚上她守了你一夜没睡，又是给你擦身体降温，又是给你换药喂水，比很多亲妈都要细致。徐果蛋，你清醒点，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到医院了。男子汉可不能这么没用。起来吧，想啥啦？小没良心！啊，你不是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吗？问吧。你不是不想说吗？我不问了。我没有不想说。唉，可是我现在不想听了呢。我偏要说。上次我哥马上就要把那个坏女人给赶走了，你为什么要原谅他？这事儿啊，他上次都拿救你的情分来说事儿了。你觉得那个时候我敢拿走他吗？按理说，庄如这种又坏又蠢的人，怎么可能豁出性命去救一杰呢？看来这件事情另有隐情啊。一杰，一杰，怎么样？你没事吧？哥，我已经没事了。那就好。抱歉，昨天有事进城了一趟，辛苦你。虽然一杰已经没事了，但是昨天忽然跟我玩消失，是不是该惩罚一下？发什么？我不玩这种小孩子游戏。说好惩罚你陪我们玩一天的，你不会害怕输给我吧？내 맘 밟고 내게 내려 널 밝히고 흩어진 내 어두운 밤속 널 그리며我一会儿回来，你们先点菜。好。想吃点什么？这个怎么样？要不我们换一家吧，这里好贵。明明家里并不差钱，明明该过着让人羡慕的生活，却被一个保姆压榨的没吃过一顿好。徐狗蛋儿，随便点，我跟你哥买单，我们还有钱呢。切，
嫌贵就别吃啊，在这装什么大？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们啊！我们这接待的可都是上层人士啊！吃不起，赶紧出去！对不起啊，我得了肺癌晚期，我只剩1个月的时间了。我就想在我剩下的时间里，带我弟弟吃点好的。我不知道这不是普通人来的地方，实在不好意思。你生病了，为什么瞒着我们啊？我这不是怕你们接受不了吗？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这服务员怎么说话呢？看人家小姑娘好欺负是吗？人家小姑娘多可怜，你一个服务员什么态度？把你经理叫出来！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小姑娘，你们随便点，这顿我请了。啊，不用，谢谢你的好意啊，也谢谢大家为我说话。我不想为难服务员姐姐，要不就请经理来处理。对不起，你千万不要找经理，我们想吃什么随便点，这顿算我请的。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100年之后吧，谁知道呢？啊？哎呀，七月，七月，又是你！你居然还敢出现！上次就是你和你的男人让我丢尽了脸面，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哎，你们谁啊？干嘛又欺负人家小姑娘？这位可是朱氏集团的朱少。朱氏集团可是与江氏首富有密切关系，奉劝你少惹事。七月，我看这次谁能来救你？你还真是我见过容量最大的铅笔盒，装这么多笔不累吗？手不要可以捐。好帅呀、朱少，上次在商场就是这个人害我们被赶出商场的，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能比得上朱少你身份尊贵吗？小子，能让商场把我们除名，你算有点能耐啊！你不配跟我说话，让朱振刚过来。你什么东西？我爷爷可是朱氏集团的董事长，你也配叫他大名？种地的就是种地的，穿的跟个穷屌丝一样，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能在这称第一吗？这讲究的可是权势和地位。服务员，把你们餐厅经理叫出来。你们两个就等着被江氏所有的商铺企业全方位的封杀和拉黑吧！哎呀！朱少，您来了，这次用餐需要包场吗？这几个乡下人影响我心情，把他们从这里现在给我赶出去，并且永久除名，我就考虑包场。七月，你就等着被丢出去。哪个不要命的东西竟敢？许先生，你刚才不是说我是不要命的东西吗？怎么还跪下了？我不要命，我才是那个不要命的东西。不是，我不知道他们得罪的是你许先生啊！经理，你怎么跪下了？喂，经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他这不是有点钱的乡下人而已啊！你都听到了，自己处理好。哎，坐。老公，真是越来越爱你了。你们从现在开始被本店拉黑，以后朱氏的人休不进来。经理，我知道你们餐厅跟蛇东山的修仙山庄有合作，我亲戚在那里当高管，你确定要得罪我，得罪整个朱家？经理，我劝你还是想得明明白白一点吧。你是要保全这两个废物呢，还是要保全你自己？你们算什么东西？知不知道你们得罪的到底是谁？不仅这间餐厅是许先生的，就连蛇东山休闲山庄都是许先生规划管理的，在许先生面前出去就算什么？怪不得许阳一个种地的会有这么大一个商场，居然是跟首富有合作。还不快滚！什么朱家牛家，合起来都没有许先生重要。不过一个项目规划人而已，还不是个臭打工的。你知道我朱家背后是谁吗？你确定？确定。我给我等着。走。许先生，你千万不要被那些碍眼的东西打扰了您的兴致。
这位是夫人吧？哎呀，夫人，你实在是太漂亮了。你不觉得你也很碍眼吗？哎，我现在就走。他以为他是谁呀？一个乡下人，就算管理了蛇头山项目，他也是废物一个，竟敢当众羞辱我！朱少，你没事吧？没事。他以为他有这个项目，就有首富给他做后台了吗？估计首富也是给了他商场的管理权而已，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别忘了，我也是有后台的。对呀，你家那个黄脸婆可是首富的表妹，这么说来的话，你也算是首富的表妹夫。首富表哥怎么可能会不帮你呢？过几天，我就以黄脸婆的名义去到蛇头山，只要我标明身份，我看他这个规划人的身份还坐不坐得住。我现在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看七月如何像一条狗一样爬出去。好看吗？好看，但是没上一个露得多。搁着选妃呢。这些都是网上虚拟的东西，我还是喜欢现实的。哎呀，那个，你先去洗澡嘛，我给你准备了礼物。是吗？别去吧。哎，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女人会撒娇，男人魂会飘。有毛病吧？许言，我就不信这都拿不下。你竟然偷看我的洗澡！别胡说八道！我跟你哥是合法夫妻，什么偷看都是光明正大。快睡觉去！像得跟娘们似的。徐然，徐然，带不动的臭直男！这居然这么破烂，看起来好脏啊！现在还只是施工阶段，虽然这里看着像一片荒山，但是就是这座荒山让江氏的人趋之若鹜。许言和七月就是因为在这儿干活才嚣张的，他们肯定不知道朱少宁和这蛇东山背后的首富可是亲戚关系。一会儿啊，就看他们怎么狼狈的滚出江氏。你，我。对，就是你，过来。哎，你是聋子吗？没听到我叫你啊？我是上面派来监察蛇头山项目的人，把你们这儿的许愿给我叫过来，我要好好问问是怎么当这个项目规划人的。你个臭打工的，你敢这么对我？我可是江氏朱家的人，你们大老板的表妹夫，你敢这么对我？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他把你开除了？江氏朱家这种不入流的家族，
别敢拿出来显摆。你什么身份？居然这么……闭嘴！您是什么车项目的王经理吧？我在新闻上见过你。哎，王经理，你怎么自己来工地干活了呀？这些事让下面人去做就好了呀。老大都在那亲自干活，我算什么呀？您是说，首富他就在长沙？既然没看到许安这个废物，那不如让王经理帮我一件。只要见到首富，我随便几句话，我就可以让许安身败名裂。要除掉他和七月，也就是动动嘴的事。王经理啊，要不您让你干活？哎，这多不好意思呢。哎，咱们朱上真是热心肠呀。等会儿见到老大，我一定帮你好好说说话。你怎么能说我干这种活呢？闭嘴！朱少，我只是担心你。一点小活。王经理，哎，您放心啊，您歇着，这活我来。那边看到了没？等会儿把他搬到那边去。辛苦了啊！不是王经理，这活我都干了，您干什么呀？我当然是帮老大那儿给你说好话去，你一点都不灵活，你是，好好干啊！朱少，这可怎么办呀？这么多砖怎么搬得完呀？要不我们直接去找首富？你懂什么呀？那黄脸婆见他表哥都不容易，我这次贸然前去，不一定都能见得到，还不如在这好好表现表现。可是这……再废话，跟我一起搬啊！手套有点大了啊！对，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一起给我捡啊！哦。老大，你这表妹夫够蠢的。不蠢，怎么让我们白掏劳动力啊？那你要见他吗？见，当然要见。人家毕竟都千里迢迢过来了啊。等他再搬起了再说。明白。哎，这个老大，我嫂子今天怎么没来送水果？疼了？有点。没事，那就缠着吧。臭直男，也不知道哪辈子就来的夫妇，娶了我这么个温柔贤惠的媳妇儿，哼！呀，朱家这是破产了吗？怎么朱上也沦落到来我们山上打工来了？又是你！七月，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这哪叫说风凉话，我这是在关心你。你看朱少这身娇体弱的，万一死我们山上了，多晦气！你现在还有机会冷嘲热讽，待会儿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就是七月，如果一会儿跪下求我原谅的话，说不定我还会给你一条活路。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七月，都到现在你还敢骂我？别说骂你，你要是听不清啊，我还能刻你背上呢。你们俩嘴要是真的瞎，那不如去舔舔马桶盖儿。说打又打不了，骂又骂不过的，少在这丢人现眼。哎，再让他嚣张野外，等我见了首富，我就让表哥把许安给开除。我看他这个小贱人还怎么嚣张！我这几天受的屈辱，我要让他千倍百倍的还回来。好帅，好 man， 好爱，还好是我的，就是太直男，也不知道那方面是不是不行。你说什么不行？你今天帅的不行，这个月零花钱。更帅了。
现在呢？我先去给他们送东西了。那个你脸上有点脏。七月，我会重新认识你的。操！哎呦，朱少，就你这体力，还得锻炼你。你什么你？走，带你去见老大。兄弟们，哎，你就别去了，找个地方等着我。为什么呀？什么为什么？你是小三，我们在一起是出轨。我现在要去见的是原配的表哥，你让我过去怎么解释啊？自己想为什么？好了，我等下会跟表哥好好解释清楚。七月跟徐安他们不会好过的。那一会儿一定让他们跪下求得我的原谅。好，王经理，等等我。既然那边去不了了，那就去看看七月吧。毕竟他一会儿和许安就要被赶出江氏了，我这个做姐姐的必须去通知他们一下。表哥你好，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良心的老公，您的表妹夫，我叫朱燕。这次我来工地呢，主要是想从基层开始学习，所以欣欣就安排我来到了这里。没想到表哥你也在这儿啊！对了，表哥，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许义安的？对呀，表哥，虽然我是个外人，但是这个许义安实在是过分。我听说他在你这边做事，我实在是放不下心啊。哦，说说看。他那老婆七月在商场吃霸王餐。闹事，还要把吃饭的客人全部赶出去，还大言不惭地说她老公是佘东山的管理者，就连您见了都得给他面子。这么嚣张？就是这么嚣张啊！我看不过去，跟他争辩了几句，没想到她老公那个狗杂碎，不分青红皂白就让商场把我们给拉黑了。我不想跟他们纠缠，但是他们非倒是抓着我不放。表哥，刚才我帮工人搬砖，那个七月威胁我说要给我刻碑啊。他还以权谋私，包庇老婆，恃强凌弱，这是在败坏表哥您的名声啊！可不能再留在身边了。那你想怎么做？应该立刻开除他。表哥要是觉得开除他之后，佘东山没有了规划人，可以考虑考虑我，我一定比那个乡巴佬做得好。照你这么说，确实可以考虑考虑。表哥明智啊！劳烦王经理去通知那个种地的，他以为有首富做靠山就可以嚣张吗？现在他没了靠山，我看他怎么狂！小朱，你似乎弄错了。我这么嚣张，不是因为我有靠山，而是因为我本身就是靠山。许义安，你怎么在这儿？我首富表哥呢？你们联合起来整我是吗？我表哥根本就不在这儿。好，你们敢这么羞辱我？许安，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耍什么把戏，我是首富的表妹夫，我早晚向他揭发你，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小朱啊，你觉得我有必要跟一个蠢货耍把戏吗？什么意思啊？小朱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是你一直心心念念的江氏首富本人？你说什么？他是首富？小朱啊，良心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这人心眼特小，听不得一点坏话。不是首富啊，不，表哥，我错了，我说错话了，我不该乱说话。没事，朱氏会承担你乱说话下场。还不滚！再不走，可就不只是朱氏的账这么简单了。朱少，请吧。七月居然住这么好的房子，他也配？八成是花光家底租来的。七月，什么档次？也别用这样的说。你谁呀？我来找七月。又来一个拜金女，爱慕虚荣。你谁呀？保姆姐姐在我们家工作了很多年了，已经算是个老人喽。哼，原来是个下人。你少在那边满嘴喷屎了，在别人家里小偷小摸，真没爹妈教。这个下人，冲起来就准像一条狗。
一条狗还敢对主人乱叫！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行，我倒是要让你看看谁才这个家的主人！姐，你拽他头发呀，他头发长那么长，不就是用来拽的？哎，黄花姐姐，你咬他胳膊呀！他胳膊那么白，他不咬俩窟窿可惜喽。不然嘞？那要不我帮他一起打你？姐姐，你可想好，如果你不想变成猪头的话，这一巴掌尽管打下来。哼，你进来找我什么事儿啊？不会就是专程来跟他打架的吧？七月，你就再高兴一会儿吧，我看等一会儿你还笑不笑得出来？笑不出来？怎么？你妈得绝症了？死到临头来耍嘴皮子！许岩当项目管理者这么多年，捞了不少的油水，我还以为他一直是个穷种地的呢，没想到过得还挺滋润的。不过你要不要猜猜，他这个管理者还能当多久？七月，你还真是倒贴呀！居然带这么大一个拖油瓶，你还敢嫁？你当初该不会是看见这个房子就走不动路了吧？续个带，回去。许愿，你想干什么？我可告诉你啊，别以为许愿当了项目管理者，他就有背后首富撑腰了。哼，我男朋友朱少可是首富的亲戚，朱少现在正在和首富在蛇东山聊天呢。你说首富是会帮朱少这个亲戚呢，还是帮你们两个无关要紧的人呢？我和我老公身正不怕影子歪，最该担心的人应该是你们这种小人吧？哼，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哼，七月，一会儿你爬出去的姿势好看一点，说不定啊，我还会给你一条葫芦。你是接到通知来搬东西的吧？哎呀，赶紧的，赶紧的，赶快把这给我腾空了。还有啊，走之前在这给我消消毒。谁知道你们两个种地的穷鬼，身上有没有什么病毒啊？很快这栋别墅就是我的了。还愣着干什么呀？难道还想等朱少赶你们出去啊？对了，朱少呢？他现在应该在滚回去的路上。你个废物，胡说什么呢？不信，你自己打电话试试。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哎呦，你老公不要你喽！竟是你们两个搞的鬼！还不走？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喜羊羊看多了。哎，刚刚季如雨说朱燕去找首富了，看来又是专程来找我们麻烦的。他怎么又走了嘞？被我吓跑了吧？你？为什么？因为我是他长辈，他是我表妹。那你表妹他当初为了和朱燕结婚，不惜和我父母决裂，现在这个样子，也是该他承担后果。唉，真可惜呀。是啊，他不像你，眼光这么好。你是在夸我？我是在夸我自己。帅是没错，但是对我一个大美女投怀送抱的没感觉。啊，你们不是有什么隐疾吧？那可就亏大发了。不行，今天晚上必须再验证一下。朱少还没有回来吗？真是。朱少，朱少，我还在这里啊！朱少。
又不是你主动找我亲，我怎么可能得罪许愿？我还在这里啊！我还在这里啊！我还没上车，我还没上车呀！就是走了哪？好去。怎么了？没事儿。那个想喝酒？没有，我随便逛逛，然后捡的。随便逛，随便逛逛就逛进了我的酒窖，然后拿了一瓶我最贵的酒。这是最贵的，老半瓶。我就喜欢最贵。你很喜欢喝酒吗？我不怎么喝，那你酒窖里那些酒都是买来收藏的。真好。你慢点。许安，我就问你一个字，你行还是不行？一个字，就是行。帅哥，你真帅，可以当我男朋友吗？不行，为什么？因为我是你老公。我老公？那你怎么证明？现在信了吗？好快，我没感觉。还要来个慢的。慢点。等会儿。别哭啊！你哭什么？为什么不让亲嘴嘴？你不是我老公吗？好，我是你老公，虽然我们有婚约在身，但是村子里太保守了，这样子对你名声不好啊。名声在外，有好有坏。以前是以前，现在是变态。依安，早饭已经准备好了，你吃了再上山吧。煮碗醒酒汤送过去。你嘴怎么肿了？被什么东西咬的吗？蚊子咬的。这蚊子真该死！你等着，我这就去买一些驱蚊的回来。是该买些驱蚊的送到你的房间，免得整天有一只蚊子在我耳边嗡嗡嗡嗡，耳朵都红了。该不会是狐狸精？七月，这是你逼我的！该死的徐一安，好歹也是你表妹夫啊！这么不给我面子，再这样下去，朱氏就会破产了，爷会杀死我的。老婆，有件事情我忘记跟你说了。我前2天去蛇洞山啊，遇见表哥了。表哥？啊，不过表哥好像不怎么喜欢我，对我有些误会。不会啊，
你年轻有为，表哥应该很喜欢你啊。可能是我之前跟他夫人起了一些争执，跟表哥说了些坏话吧。表哥为了平息他的怒火，甚至对我朱氏都出手了。表哥结婚了，怎么连我都不知道呀？有可能啊，是为了保护那个女人。我打听了一下，那个女人就是个小门小户的野丫头。这样的人怎么能配得上我表哥呀？肯定是为了钱，还敢在背后乱嚼舌根，我倒要看看是个多有本事的人。老婆，而且他之前在商场跟我搭讪，我拒绝他了，他肯定是因为怀恨在心，甚至不惜也要灭我。什么？这个朝三暮四的女人，你等着被我收拾吧！宝贝儿，好久不见啊！不是你在村口等着啊？哎呀，我这不是着急想见你吗？啊？干啥？你怎么警惕性还这么高啊？我们都认识多少年了，连你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也不知道你叫什么。谁跟你认识很多年？我们这才第2次见面。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不都这样吗？啊？行了，说吧，这回又是什么玩意？还是绑架上次那个小孩？你疯了是吧？上次就是因为这个小崽子啊，老子差点进了局子。还有那个许岩，警惕意识太强了啊！最后要不是因为你伪装成救出那小崽子，给我点时间，我还真不一定能逃出来。你还有脸提上次？本来绑架徐一杰就可以勒索很多钱啊，结果呢，没用的东西，臭婊子！啊！你敢骂我，多腻歪！啊！你还是绑架那个孩子。我给我翻倍，100万，55分账以后，足够你在国外安良下半辈子吧？干不干随你。还是你歹毒啊！死盯那个小玩意儿不放。你也差生，所以我们才是天生的一对。你既然不想让我看你长什么样，你总该告诉我你叫什么吧？啊？我叫七月。我明天在村口等着你，别忘了准备好把孩子带回来。刚才那男的谁呀？匆匆忙忙的，差点撞到我。来，看那女的像不像易安他媳妇儿？是七月。见过她穿那条白裙子，这大晚上衣衫不整，晃晃的，再加上刚才那个可疑的男的，肯定有鬼。这大晚上的，肯定没干好事儿。一看这那衣服。七死定。一姐想去村口的小卖部，你带她去，别走错了，村口那一家。那我要是带她去，我把你的活干了，你干什么呀？我有事啊。可是我也有事儿，我还有房间没有收拾呢。我给你收拾。哦，我还有脏衣服还我给你洗。我还有我都给你干了。那真是太谢谢你，你人还怪好的嘞。
跟我斗，这次你休想翻身！我就说他怎么可能这么好心？平时连杯水都不愿意给我倒的人，竟然说这么好的话，果然有问题。哎，真是中国一条粪坑啊！啊，这什么意思呀？往死里装。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当然是看看他想干什么了，然后我们见招拆招。那我们想迈过来去吧。当然，走。呀，你快回来吧，一姐她不见了。我还看见了当初绑架一姐的那个男人，你快回来吧你！对不起了，冯斌，只有你被抓了，我才能安心呢。呀，怎么回事？我刚路过村口的时候，看到七月和一个男人在说话，一姐也在。那个男人抱着一姐就往车上放，我想着还是在玩呢，回来越想越不对劲。这现在想想，那个男的可不就是当初绑架他的那个人吗？去村口找。对对对，昨天晚上我看见七月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块儿，那俩人这衣服都没穿好，就着急往出走，说不定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看是你头和屁股又装反了吧？可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啊，他也看着了，我也看见了啊，就是没看清他在干什么。他俩人都穿成那样了，他还能干啥呀？原来看都没看到就可以造谣啊？那我还说你老公跟别人偷情了呢。你说什么呢你？也有你这种爱造谣爱传人的老婆，他能看得上就怪了。哎你，七月，一姐呢？玩去了。你少在这装了，我明明看到你把人给绑了。原来闹的是这一出，你有证据吗？当然有证据了。这是从你屋里找出来的，这上面的电话号码、联系方式肯定就是绑匪的，你可以不认。这个衣服总是你的了吧？你为什么把它藏起来呢？啊？我昨天看见的就是这条白裙子，肯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急着销毁证据。就是别人相不相信我不管，你相信我吗？我当然相信我看女人的眼光。呀，证据都摆在这儿了，都是无稽之谈。有哪样证据表明是七月他干的啊？可是我七月就是因为是你说的话，才最没可信度。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帮他说话？我不帮着他，难道帮你们两个最没脑子的蠢货？哎，大爷，昨天你说看到我穿这条裙子，你在哪看到的？看到我的脸了吗？就在那边看见了啊！我告诉你，虽然看见是背影，可是这条背影，这就对了。你们根本就没有看到我的人，对吧？况且我这条裙子早就被人偷了，我又怎么可能穿着它三更半夜的在外面呢？啊，可能是有人故意想偷走我的裙子，然后装成我诬陷。谁知道这都是你的无稽之谈，而且就说白了，一个巴掌拍不响，难不成我们几个人合起伙来骗你啊？你看这巴掌响不响？你怎么能打人呢？庄如，你为了除掉我，还真是煞费苦心啊！你胡说，你有证据吗你？那你敢发誓，今天发生的一切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为什么要发誓啊？走，你放开我！哎，老大，没看到一姐，就看到这个陌生人在村口鬼鬼祟祟的，就带回来了。
就是他，就是他！我昨天晚上碰到那男的，就是他。一杰呢？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是谁指使你的？说，说！哎，我说，是七月。你说是我指使你的？你是谁？你都不认识我，你就敢说是我指使你的？说不定你俩是电话联系的呢。哎，对，就是你说的，我们又是电话联系，又是昨晚与他私交的，你不觉得自相矛盾吗？你最好擦亮你的狗眼看一下，他都已经出卖你了，你还打算帮他隐瞒？你看什么看？是，不是你？神经！你怎么那么笃定？嘿，老子他现在满脖子都是草莓。嘿，呸！个贱人，居然用别人的名字来诓我。他是谁？这里咋回事啊？这么热闹，你怎么在这儿啊？一杰，他不在这儿还能在哪儿啊？我早就跟你说了，一杰出去玩去了。嗨，早上我在春东的商店碰到小月带着一杰，小月正好要忙，这不让我帮忙照顾会儿。真好。早上庄阿姨让嫂子带我去村口的商店买零食，嫂子说那个商店太小了，所以我们就到村东头那边去了。我没有，我不知道。庄如，都这个时候了，还在这装呢？贱人是你！你敢出卖老子，还拿别人的名字来骗我！我杀了你，贱人！不是我，是七月干的，他陷害我。几年前绑架一杰的事情就是你干的吧？那个时候你怕事情被败露，所以假装做出一副从劫匪手中救走一杰的样子，然后凭借这份恩情在许家作威作福，虐待一杰。我可没有要救他，那是那个杂种他自己抓着我不放的。一涵，我就是太爱你了，所以才这么做的。要不是这个杂种拖油瓶，我们早就在一起了，所以我才会想尽办法除掉他的。你放娘个屁！你什么为了爱情？你就是为了钱。你说只要绑住这个小杂种，就可以向徐安要高价的赎金。为了什么狗屁爱情？哼！混账东西！交给警方。我们明明从小一起长大，我们就应该在一起的。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七月这个贱人？走！走！我不走！走！一涵，滚！饶了我吧，饶了我！求你了，你！贱人！一杰，这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很多人都说我是拖油瓶，我不想事事都麻烦你。你和七月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你永远不会是我的麻烦，你也永远不会是我的拖油瓶，知道吗？嗯。今天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还不知道家里有这么个独宠。你只是口头感谢？那你还想要什么？你说呢？我说的不是这个。哦，那哎，其实收下也可以了，只不过还不够。还不够。我还有。你不懂就算。My head is spinning over you. I think I'm losing my defenses. And when I'm standing next to you, I feel the failure of my senses.
You keep me locked under your spell. I think I'm losing my direction. And when 你笑什么？ you say my name, 我笑你如此可教矣。 走，走哪去？跟我回房间。回房间？刺激的要开始了吗？你是怎么做到只亲嘴什么都不干的？那你还想做什么？就这，亲家，是啊，没想到你手法还挺专业的嘛，就是理解能力不行。没什么，我说你挺牛的。挺牛的。哪方面？各个方面。既然，等下个嗯月我们就领证，正式结婚。你是在向我求婚吗？是。求婚连个戒指都没有，操！我其实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想挑一个合适的时候告诉你。所以，戚小姐，你愿意嫁给我？戒指呢？啊？耍我呢是吧？你是不是压根没准备？我没有，戒指明明刚刚还在这儿了，它肯定掉了。哪有啊？是不是在你屁股上？没有。你死了。所以，你的答案是？许先生，我愿意。真的吗？唉，这个家没我得散。真是个会蛊惑人心的小妖精！你让我老公吃了这么大的亏，还把从小照顾表哥的庄如送进了监狱。我回来了，你就休想进许家的门儿！怎么是你？表哥这话好像很不欢迎我。怎么还不明显吗？当然不欢迎。表哥，我今天来呢，就是来问问庄如的事儿。好歹我也是在这儿住过的，跟庄如是从小长到大的。表哥，你真的不近人情吗？表哥，你当真为了一个外人不留情面吗？第一，七月不是外人，你和庄如才是。第二，你好像没有质问我的资格。第三，你如果是来问这件事，就赶紧走。我不想等我老婆醒来看到你觉得糟心。呀，家里来客人了。没事，不用管。果然是个……你就是表妹良心吧？我听妍妍说过你，果然本人跟我想的一样漂亮。安心。你干嘛呀？吓着表妹，赶紧上山干你的活去。去。你别以为你夸我，我就会喜欢你了。
像你这样的人，想进我们许家的门，你还不配。果然跟庄如说的一样，你这个两面三刀的骗子！你是来替庄如出头的？你诬陷庄如坐牢，你还污蔑我老公的声誉，你害得他被表哥打压，这些事儿一桩桩一件件，我都会跟你算清的。诬陷庄如，你但凡随便拉村里的任何一个人问问，都不至于这么无耻。还有你老公啊，我建议你换个发色，你现在发色不太适合。什么发色？绿色。你的意思是说我被绿了？还挺聪明。你果然跟我老公说的一样恶心。我知道你对他怀恨在心，可我实在没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好了，我收回上一句话，你们呀一样蠢。你搭讪我老公被拒绝，却反过来污蔑他出轨，你对得起我表哥吗？搭讪？我搭讪朱燕，被拆穿了，心虚了。我迟早有一天告诉我表哥，把你扫地出门。还真是眉毛下面挂俩蛋，只会眨眼不会看。你骂谁呢？你觉得像我这样的颜值，还有易安这样的老公，我能干上朱燕那个合同？他就是不上相而已。你要是不喜欢他的话，你干嘛诬陷他出轨呢？不就是为了拆散我们，你好上位吗？我后悔了。你俩呀，还真是天生一对。祝福公状速死。迟早有一天，我一定会让表哥知道你的真面目的。一杰，王姐，过来。真是跟你哥一模一样。你讨厌那个女人吗？我知道你讨厌她，她就跟那些拜金女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你哥的钱。她还赶走了从小照顾你的庄如，你很难过是不是？你果然讨厌她。我说的是，我不难过啊。你这伤是谁打的？徐姐，算计你跑得快，居然全部临时拿过，下次让你待到，把你揪打4瓣。这个贱女人，居然敢虐待一杰！要不是我看见了，我还不知道一杰受了这么重的伤。怪不得刚刚不敢说实话，原来吓成这样了。不行，我得尽快找到证据，只有把这个女人赶出许家，才能救出一杰。我屋里有一瓶药，你拿去给七月吃了，威胁他，不怕他不说实话。到时候你拿到证据了，就可以把那个贱女人赶走了。这是什么药啊？不会真的伤人吧？你放心吧，就只是一些吃了拉肚子的药而已。好，庄如，你放心，有机会我一定替你洗清冤屈。那可不是什么润肠道的药，只要7月吃下去，我保证让那个贱人再也没有睁眼的机会。他既然敢毁了我，我就要他偿命。哥，我都做好了，你们快坐。什么时候回去？哎呀，人家表妹难得来一次，让人家多玩几天了。哥，喝水，来，喝水。你们吃啊。吃饭。你想干什么？别自作多情了，我对你没兴趣。谁知道？
这儿没有外人，你不用再装了。易杰身上的伤是你打的吧？录音啊，也太低端了吧！表妹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别装无辜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表妹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没有误会，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在你的水里下了药。你要是还不承认的话，你就等着在我表哥面前出丑吧。那你想听我说点什么呢？我想听你承认陷害庄如、虐待易杰的事儿。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哎，表妹是想用药屈打成招吗？我没有。那你录音干什么？我不是我。你是啥？大脑发育不完全，小脑完全不发育的蠢货。没有。你要是想知道真相的话，就多去问，别被人当枪使。梁心，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我已经长大了。没事，我明天就把他送回城里。没事儿，他是你亲戚嘛，我还想给他留个好印象。而且啊，他这个人本来也不坏的，就是有点蠢，要不然也不会把毒药换成普通的 VC 粉给我喝。还好他换了，不然投毒坐牢的就是他。这个笨小孩，被人耍了都不知道。庄如是吧？杀人未遂，就这项罪名就够你在牢里待大半辈子了。我会好好安排的。好。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你怎么了？发这么大的脾气啊？妈，这个把我给甩了！为什么呀？不是前不久还说要离了婚娶你吗？都怪徐月那个贱人，他挑拨的，凭什么呀？凭什么他能住大别墅，而我只能跟别人当小三，随时被别人甩了我啊？都怪他，都怪他！只要赶走齐阳和许源，主上肯定能重新接受我的。这个小贱，他不让你好过，我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哎，好了好了啊。哟，小月，这么大个钻戒呢？易安对你是真不错。他对我确实还可以。你俩是已经领证了？啥时候整个娃出来啊？哎呀，村里你就别打气儿，娃子还没一撇呢。怎么？那方面生活不和谐？易安看着还挺壮的，应该不会吧？不是，我们只是领个证而已，还没那个。妹子啊，你年轻，脸皮薄。我是过来人啊。这结婚啊，不仅要检测对方的人品，还要提前检测下你下半辈子的幸福。这个可关系到你俩未来的幸福指数。他其实看着应该还可以吧。这可不能用眼睛看。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外孙，现在在国外，等过段时间呀。曾姨，您这是挖墙脚，都挖到我家来了。啊，我突然想起来，我约着邓总过，我先走了，我先走。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我怕我再不回来，老婆都没了。其实吧，我不止看着还可以。啊，是吗？不信，你今晚试试。你不是说结婚前咱们先不那个什么的？我再不证明一下我自己，明天村里满都是徐一安不行，徐一安不太好的传闻。
你说我这样搞下去，老婆都没了，还结什么婚？哎呀！这个七月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坏，那是因为他擅长伪装。你是谁啊？我是谁不重要，我认识你就够了。梁心，朱印家的那个黄脸婆，首富的表妹。虽然不知道她怎么认识七月的，但是她好像不太喜欢七月。只要令得大，靠她的实力，肯定能将七月和许一安赶出去。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陌生人的话？因为我知道关于七月的所有事情，你就不想知道他是怎么伪装自己，然后拆穿他的伪装，让他露出真面目？宝贝们，可得把你们给藏好了，可不能再让许一姐这个狗鼻子给闻到。对呀，这什么意思啊？这些人又吃错什么药？哎呦，不好了，你赶紧去村支部看看吧。梁心正在鼓动村民说要把你赶出村。哎，走吧。没事。所以，这种只会招蜂引蝶的女人，也配留在咱们村败坏咱们村的名声吗？七月，你真让我觉得恶心。你口蜜腹剑，水性杨花，心思歹毒，你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什么事儿啊？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没什么好说的。村长，还不赶紧把这脏女人赶出去？没什么好说的，是因为这些照片都是假的。七月，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大姨，我知道上次你因为诬陷我的事情，害你老公丢了工作，对我怀恨在心，但你也得让我把话说完吧。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谁也不能冤枉七月。谢谢村长，有这样一个公平公正的村长呀，我保证可以洗清冤屈。谁能证明这些照片的真实性呢？我能证明啊！梁心毕竟在我们村里住，你又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你的证明没有什么说服力嘛。村长，要不就让他说吧，毕竟她是我的姐姐，这样也能还我一个清白。姐姐，那你说说看，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呀？就在你嫁进许家前一个星期，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鬼混了，靠男人包养你。我妈苦口婆心的劝你，可你就是不听。这一次，要不是打听到许一安还有一点钱，才不会同意嫁过来呢。真的假的？看七月也不像那种乱搞的人呀。怎么不像啊？我看他就是一副妩媚长相，他姐姐都这么说了，那还能有假？姐姐，虽然我们是同父异母，当我妈妈刚过世，阿姨就带着你进了戚家的门。我从小就把你当做亲姐姐看待，你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七月，你这个小贱人，你胡说什么呢你？同父异母，还叫姐姐？难道说他妈是小三上位，她是小三的女儿？什么小三的女儿？这个叫私生女。难怪一副尖酸刻薄的样子，原来有一个当小三的妈呀！七月，你就是故意的！够了，戚如雨她不是咱们村的人，咱们议论她的私事没必要吧？现在的重点是你，七月，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姐姐，你说这些照片是在我进许家1个星期前拍的？是啊，就是在那几天，我亲眼看见你和不同的男人出入酒店的。
但我记得我进许家好像是4月中啊，4月中的前半个月都是连续阴天下雨，你是怎么连续几天拍到我和大男人在大太阳底下私会的？请正面回答。这个是因为你是不是想说，其实你记错了，这些是去年夏天拍的，对不对？对，我就是记错了，就是在去年夏天拍的。很好。这上面写着凯瑞酒店，我怎么记得凯瑞酒店在1年前就出事了呢？他在出事前好像叫凯邦酒店，你是怎么在1年前拍到凯瑞酒店的？请正面回答。我忘记了，我不知道。哎，姐姐呀，你下次想诬陷我呢，长点脑子吧，你就多花点钱。请一个好点的人 P 图，这图 P 的驴唇不对马嘴的，你看，这后面的路人都 P 成胖头鱼了。都是亲姐妹，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真有够狠毒的，都是女人，还这样编排别人的黄谣，让她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谢谢大家为我主持公道，但是你们也不要再为难我姐姐了。毕竟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你不行，不行！出去！对不起啊，今天是我误会。确实是你的错，那就罚你承包1个星期的家务吧。我做家务，今天早上就去做，正好啊，我饿了。你就没有什么别的要说的了吗？有的，其实吧，你做饭呢挺好吃的。徐总，戚大小姐的资料我查了3遍，确实没有任何问题。不用查了，不管她资料上是什么样的人，我都会娶她。徐总，您想好了吗？如果您真的娶了这种恶毒的女人，企业的声誉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废什么话！徐总，七月，今天村支书过去找你干什么？我听说是因为什么照片？是因为表妹今天抓到有人偷拍女性，然后就交给村长处理，把我们叫过去问问我们的意见。但是现在已经没事了，那个偷拍的人已经被我们赶走了。今天这个事儿还得多谢谢表妹呢。是该谢谢她。我去给你倒杯水。这几次接触下来，好像她并不是庄如和老公口中的那种人啊，是不是因为我的偏见对她有误会啊？喂，杨小姐，您劝劝徐总吧，他执意要娶那个道德败坏的拜金女，这样下去，公司股票也会受到影响。戚大小姐的资料我已经全部整理好发给您了，您一定要劝劝徐总啊。七月，解释吧。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有什么好解释的？那你怎么好意思死皮赖脸的待在这儿？这婚约根本就不是你的，你们戚家鱼目混珠，戏耍我们徐家，真是好样的呀！谢谢夸奖啊！真是一家子小人，居然还敢算计徐家，你就不怕我告诉表哥，把你扫地出门吗？是该告诉他了。杨欣，到底闹够了没有？不是我在闹，表哥，是这个赝品，他从头到尾都在骗你。赝品？你什么意思？这个七月，她根本就不是戚家的大小姐，她就是戚家送过来的假货。他们戚家把咱们许家耍得团团转呢。七月，他说的都是真的吗？是真的，我确实不是戚家大小姐，戚家大小姐是戚如玉。我从小就是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像你这种冒充资格骗我表哥的人，你根本没有资格嫁给他。至于你们戚家戏耍我们许家的事儿，我会一笔笔的跟你算清楚。表哥，把他赶出去，剩下的事儿我来替你解决。十一儿，
跟你有婚约的那个人，确实不是我，我不是戚家大小姐。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表哥，他是个假货。你不是什么假货，你也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你是我的宝贝，是我许一安今后唯一要娶的太太。梁心，要不是这个好消息是被你发现的，你刚刚说这些话，我早就把你扔出去了。我很开心，这个人是你，并且也只会是你。梁心，上次在春之部我就认出你来了，你还记得我吗？我珍怡。哦，小时候还抱过你呢。曾姨呀。啊，小新啊，我看你不太喜欢小月，小月她是个好孩子，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能有什么误会啊？当初庄如虐待一杰，导致一杰自闭不爱说话，完全没有小孩子的性子。好在小月来了护着他，现在庄如走了，一杰啊才慢慢开朗起来。庄如虐待一杰？是啊，你不知道啊？庄如啊被抓进牢里啦，就是因为他接二连三的联合外人绑架一杰。好在小月在，不然一杰都不在这儿了。唉，庄如那个歹毒的恶婆娘，最好一辈子都待在牢里面。呸！原来是这样啊！对呀，你可不知道啊！哎，你这个就走了，我还没说完呢。老婆，你怎么回来了？老婆，你怎么不多玩几天啊？这么快就回来了，是不是事情已经办妥了？没有。怎么了，老婆？是不是七月跟你说了什么？我早就说过，这个贱女人就会挑拨离间。老婆，你可千万别信她的话呀！不是，我就是觉得之前咱们是不是误会她了？而且她不像你说的那样是那种主动挑事儿的人啊，反而是别人一直在诬陷她。谁冤枉她？庄如啊，还有那个她姐姐叫戚如雨。哦，对，你怎么知道？我之前遇见过她。你不知道那个戚如雨啊，她拿 P 的照片来找我，企图诬陷七月呢。戚如雨那个贱人居然敢主动找梁心，她疯了吗？还有七月，要是真让她说服了黄脸婆，那我跟戚如雨的事情不就爆了吗？不行，我必须亲自过去一趟。老婆，下次去许家的话，我们一块儿去。如果真的是误会啊，也好早点解除。好，我跟你一块儿去。真好看。是啊，真好看。那我们什么时候办酒席啊？我已经等不及要吃自己的媳妇。老婆，你要着急的话，我们明天就办。那也不用这么着急吧，毕竟我们还有好多东西需要筹备呢。要不就定在下个月？好。不过，我们还有一件更紧迫的事情。什么事儿？你不是一直想检验我吗？怎么，现在害怕了？谁怕了？我只是想去关个门。放心，我会去关。笑什么？我记得某人说，我就算去睡猪圈也不会跟你睡的。我现在反悔了。 깨워줄 그대가 없는 곳에 不行了，不行了，是他那个骑上，不准，长大不了，学长，就不行了？我可得为自己证言，免得有人说我不行，我的面子往哪搁？你不用这样，我承认你很残暴。这可不靠你承认。 哎呦，开了
婚的男人真可怕。你怎么在这儿？七月，好久不见。胆子真大呀！一个出轨的人竟敢站在我的面前，不怕我告诉良心？那也要看那个黄脸婆信不信你啊！他现在对我死心塌地，你以为就靠你三言两语就能够挑拨离间吗？唉，你这种人站在我面前啊，真是脏了我家的地。七月，你少给我装清高！你嫁给许玉安，不也是为了钱吗？不这样，我们合作怎么样？合作？跟一个软饭男吗？那我还不如去外面找一条狗，至少它知道主人是谁，还要跟我摇尾巴的，你会吗？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别怪我不客气了。干嘛？哎，撒手干什么？七月，你和表哥已经领证了，我有我的家庭，你再对我动手动脚，别怪我不客气了。这疯狗，我洁癖了。七月，昨天星星还说是我们误会你，要主动过来给你道歉，没想到你这么死性不改，不知廉耻，我是不会喜欢你的。遇到你这种人，真是晦气。七月，够了！看来他们说的没错，你果然是这种女人。这种女人？哪种女人啊？见异思迁，招蜂引蝶？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呢。你跟我表哥才领证几天呢，你对得起他？你还有良心吗你？良心？良心啊！你跟我讲良心呢？你但凡把你的恋爱脑摘出来一点，你都能发现这个人有问题。我亲眼看见你摸他，你怎么还狡辩呢？该死的恋爱脑！你脑袋顶上长的是个肿瘤吗？还是个恶性？老婆，不用为了我跟他吵架，我已经拒绝他了。七月，我只希望你安分守己，不要做对不起表哥的事情。你没有镜子总该有尿吧？你能不能撒泡尿照照自己到底什么德行？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你说什么？我说你丑，哎，但是丑的特别，也就是特别的丑。七月，你……哎，算了，咱们没有必要跟这种人理论。今天的事儿我会如实转告表哥吧，你就等着被他扫地出门吧。又趁我不在，隔着欺负我老婆呢。表哥，表哥，刚才是七月不守妇道，我亲眼所见的，他一进门就对朱燕动手动脚的。哪只手？这已经擦过了。我问的是他哪只手碰的你？右手。不是，表哥，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不仅不跟他离婚，你还帮他。就是啊，表哥，你怎么能帮一个外人呢？良心，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才是外人，你根本没有资格管我的家事。姓朱的，你如果再敢把那些恶心的坏心思放在我老婆身上，我马上废了你。表哥，我没有，算了，咱们走吧。你说他表哥是不是鬼迷心窍了呀？为了一个女人连原则都不要了，现在可倒好，怎么把他赶走啊？七月他就是为了钱才跟表哥在一块，只要我们给够钱，还怕他不肯走吗？果然是个见钱眼开的拜金女啊！那这件事情不就好办多了吗？怎么了？你表妹打算用钱收买我，让我离开你呢。那你怎么想？我想想哈，那我就勉为其难的选你吧。真聪明啊！毕竟你知道我能给你的可不只是钱。你放心吧，你表哥现在在山上呢。这是1000万的支票。
签了，钱就是你的。你放心，只要你拿了钱，并且保证离开江氏再也不回来，这合同上没有断了利益。什么意思啊？嫌钱不够多是吧？7月，我告诉你，你别把我惹急了，你一分钱都拿不到。你还真以为我跟你一样丑？你约我来不是为了钱吗？对啊，我约你来是想请你看一出戏的，而且这出戏啊，需要你来参演。为了离间我和朱叶，你可真是煞费心思的。怎么，你以为你把我们拆散了，你就能上位了是吗？你真以为朱叶是香饽饽呀？他在我眼里就是坨狗屎，狗屎就是用来吸引屎壳郎的。你说谁是屎壳郎？没说你，你是那条随意大小便的狗。那谁是屎壳郎啊？你猜啊？所以你还是想离间我和朱燕是吧？你就不好奇你老公每个月的账户都会多打出的那笔钱到底去哪儿了吗？这个钱可是你的。你调查我？作为你表哥的合法妻子，你的合法表嫂，我有权利去关注你的生活，且希望你幸福。但至于你愿不愿意接受，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老婆，喂，他同意了吗？他同意了。他说等过2天我表哥出差的时候，会偷偷离开江氏。太好了！他同意了，他的姐姐戚如雨可不一定同意。戚如雨？为什么？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他总说他姐姐同意？这件事本来就是戚如雨的事，是他顶替了他姐姐。唉，我还是联系戚如雨。哎，这事儿怎么能麻烦我大人？我来吧。七月，你还给我打电话过来？姐姐，我以为你听到朱少的消息会很高兴，如果你不想听，那我就挂了。当然别挂。朱少现在在你那儿？对呀，他今天啊单独来找，还说其实他挺喜欢我，而且忽然发现朱少这个人啊可有魅力，家世好，人又温柔，比那个刘清道的大高个炮男有意思多了。七月说什么？姐姐，别气坏身子。七月，朱少只能是我的，你居然敢跟我抢！姐姐，我劝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朱少早就说看你，而且说今天要给你打电话跟你分手，我可得好好谢谢你的退出，才能让我有个机会。七月，你给我等着！有魅力，家世好，人温柔。你怎么在家呀？没有情调的大块头直男。我乱说的，我是为了逼戚如雨过来的。所以有机会了。哎呀，权宜之计，我怎么可能会喜欢那个？到底是？你忘了？我跟你说，我得听听技术，免得有人再去把它抢去。你干嘛？七月，七月，你贱人，给我出来！七月，戚如雨，你怎么在这儿？朱少，你是专门在这等我的吗？七月我在这等他。七月那个贱人，居然想勾引我男朋友，朱少只能是我的。刚才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我戚如雨，我警告你，收起你的小心思，
我都是为了你呀！啊！哎呦！朱叶，你现在居然这么对我，难道你只想宰了我吗？以前明明是你说的，等你和那个黄脸婆离了婚就娶我的，现在这么对我，难道你就不怕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黄脸婆吗？我怎么可能骗你呢？我现在需要时间。那黄脸婆最近一直缠着我，根本就没时间联系你。放心，现在黄脸婆对我死心塌地的，只要我骗她签了股权转让书，再把卷钱的事情赖到她头上，只要她一进监狱，我就踹了她，去你国门。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对了，还有那个7月，把他也给我送回去，对，让他惨死在这里。好。贱人，凭你也敢威胁？等我回到了江时，我有的是机会让你消失。老婆，是这个贱人勾引我。好甜蜜呀！朱少，你好大的魅力啊！怎么所有的女人都为你前仆后继？是你这个贱人！你们两姐妹接二连三的勾引我，想离间我跟我老婆。老婆，你要是信他们的话，就中计了。上次是这个贱女人勾引我，这次又是这个贱女死抱着我不松手。居然为了这个黄脸婆骂我！闭嘴！什么东西啊？你以为我能看得上你？老婆，你要相信我，我那么爱你，我怎么可能做出背叛你的事情？我当然信你。呸呀！呸！自从上次在家里被某条疯狗咬了之后啊，我就在家里装了一个摄像头，结果呀，看了一出大戏。贱人，是你设的局！是我又怎样？个死钓鱼竿，又细皮又爱钓。我今天我不收拾你们两个狗男女，我就不姓梁！啊！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有一些少儿不宜哦。你们两个贱人，敢让人告我，我一定要告你们，把你们的行为全部都告七月，上！都是你挑拨离间，不会放过你的。我老婆，她正好是欺负你，又怎么了？朱燕先生，您涉嫌贪污公款，请您跟我们回公司调查。一经取证，我们会把您移交警察局处置。戚如云女士，也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我什么都没干，都是他干的，是他贪污的，跟我没关系。贱人！啊！狗咬狗，一嘴毛。老婆，我真的错了。难道你真的不顾及救济吗？你让我感觉恶心。我们离婚了。老婆，我错了。跟我没关系啊！七月，我不会放过你的。这个人比他们还聒噪。哎，斯科贝莱娜，呀，眼里出汗了。之前的事儿，对不起啊。没关系。你应该觉得我很蠢吧？为了一个男人，被耍得团团转。去掉严格，就是很蠢。其实啊，你应该庆幸的，你好不容易发现了他是一个垃圾，并把他丢进了垃圾桶里。其实啊，列车是往前开的，人生也是哦。谢谢你。那就再做1个月的饭吧。什么？七月那个小贱人敢这么欺负你？这个死丫头，嫁了人就完全忘了我这个爹，不往家寄钱就算了，她居然还敢欺负你！嫁
嫁给一个穷种地主，估计自己都穷得吃不饱吧，还往家里寄钱。我看呀，他就是嫉妒我们玉儿。这个自私的小贱人，自己过不好，非要拉我们全家下水。朱少坐牢，那我和朱家的合作也就泡汤了。这笔账，咱们要好好跟七月还有那个臭种地的算。七月，要不是你这个贱人，我也不会被关在警察局好几天。你这样羞辱我，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谢谢谢谢，玩的开心啊！今天不就只是婚宴筹备吗？怎么来这么多人？今天啊，都是些爱凑热闹。放心，明天人会更多的。那个不孝女，结婚了他也不说通知我们。哟，这么多豪车，难道都是来参加婚礼的呀？豪车？那许义安他就是个种地的农民，别说豪车，自行车他未必都能买得起一辆。哟，这房子这么豪华，八成是咱们走错地了吧？哎，那个穿黑西装的，那可是江氏的地产大亨啊！还有那个和他说话的，那可是金融界站在塔尖上。今天这参加宴会的所有人，这可都是江氏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这平时我想见他们一面都难，今天怎么都跑到这个破村子里来了？我说不是你认错人了吧？那和七月结婚的就是个臭种地的，怎么可能吸引来这么多大人物呀？就是啊，爸，他们两个就是两个臭种地的，怎么可能会认识那些人？七月平时就爱慕虚荣，我看这房子八成就是他俩掏空家底租来的。还有这些人啊，一看他们就是从乡下请来演戏的，一股穷酸臭气，还真是打肿脸充胖子呢。七月，你个逆女！七月，你个逆女！爸，你怎么来了？逆女，你还有脸问？搅黄了你姐的婚礼，你现在还找这么一堆人来冒充大款，戚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七月呀，人穷也就算了，这怎么脸皮和人格也不要了呢？如果你们今天是来闹事儿的，那我们并不欢迎，请吧。你干什么？你个不孝女！老子养了你这么多年，你竟然跟外人合起来欺负你老子！他不是外人，他是我老公。七月，你这个小贱人，我们戚家养了你20多年，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早知道当初就应该把你掐死。来人，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还有，不要再放这种乱七八糟的人给我进来，捣乱我的家宴！啊！我是七月的老子，戚家的掌权人，我看你们谁敢动我！我告诉你，要参加婚礼就给我好好参加。如果你们再敢冒犯我妻子，休怪我无情。这个穷光子怎么这么维护七月呀？如果他知道七月根本就是个冒牌货，你说他还会维护他吗？我说七月呀，你勾引男人蛮有手段的哈。虽说就是个臭种地的吧，哼，但对你这个冒牌货也算忠心。什么意思？哦，你这个臭种地的还不知道吧？你这么用心维护的七月，其实就是个下贱的赝品，婚约本就不是他的，是个饭店抢了去的。七月，我知道你从小就嫉妒我，什么东西都要扣我挣，就连婚约也使劲抢走了，现在还让这臭种地的欺负我们爸爸，也真是下贱。是，不如姐姐当小三儿的下贱。你个小贱人，你是不是把戚家和弟姐的声誉全都毁了，你才高兴？这个小贱人啊，和你那个早死的妈一模一样，就会勾引男人。王爷，再说一遍，我再说10遍也是这样。你妈才是那个不要脸的小三儿，想当年强行把我和阿成拆开，
不过是老贱人生了个小贱人，抢别人男人。当年七成这个凤凰看上我妈娘家的势力，对我妈死缠烂打，结婚后用着我妈的钱，在外面养着你和戚如雨。戚如雨甚至都比我大1岁，我妈到死都不知道你的存在。你说谁才是小三儿？贱人，你别胡说！你们这帮蠢货，总是这么自以为是。婚约的事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是戚如云你不愿嫁到红村，才逼迫七月这样做的。现在居然还有脸过来颠倒黑白！我宣布，我妻子七月现在正式和戚家断绝一切关系，并且戚家永远不能待在江氏。哼，你还想要把我们赶出江氏啊？你不会以为你自己是江氏的首富吧？好笑死了！哼！七月，不妨告诉你们吧，你冒充戚家大小姐替嫁的事情，我已经让人去告诉江城首富了。就算这穷种地的他不在乎，江城首富知道你们的事情，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项目，你猜他会怎么解决你？七月，现在跪下道歉，澄清刚才的事情，并承认你是小三儿的女儿。我呢，可以给你和这个男人一条生路，否则可别怪我不讲情义。澄清当年的事情到底什么事情？你心里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七月，当年的事情是怎么样的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首富怎么看。你们两个的事情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首富的项目，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等这个种地的失去了负责人的身，变成一穷二白的穷光蛋，看我怎么收拾你！你想干什么？七月，斗不过我。像你们这种底层的人，是永远斗不过我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有权有势，你知道吗？像你们这样的人啊，大家说是不是都比不过我们村东头的种瓜的王大爷？有皮筋吧？你说话就是这么多豪车，这谁这么大手笔呀？一定是首富来了。我们戚家只要能够得到首富的青睐，肯定能够平步青云。死种地的，别装过头了，好好看看吧，这才是真正的有钱人。首富先生，您好，没想到您这么年轻。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戚成。种地的，哼，你死定！你还不赶紧过来跪下，好好求求首富大人！首富先生，您是来处理这两个影响生意的罪人，我们和这两个肮脏的下等人可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什么首富，我是首富身边的王经理。打工的呀？那你是奉首富之命来处理这两个人呢？赶紧！我确实是奉命来此，恭祝首富先生新婚。老大，恭喜老大跟嫂子永结同心，早生贵子。李首富，早告诉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他是江氏首富？怎么可能？这个男的该不会是这个小贱人花钱雇来演戏骗人的吧？不会，
我在新闻上看见他的确是首富的亲信。不可能，他们就是故意演戏骗我们的。这个只是个死种地的，怎么可能会是首富？你看你这孩子，你嫁给首富，你也不通知我们一下，这弄得我们一家子你看产生矛盾和误会，都是误会。戚先生，我老公刚刚已经很明白的说了，我与戚家断绝关系，而且您刚刚也亲口承认过，所以还请您保持距离，谢谢。燕儿，吩咐下去，江氏的所有企业永远不得与戚家有任何合作。收到，老大。哎，首富先生，您不能这样啊！你要是一宣布，那江氏的所有企业就得针对我们戚家，您这不是要逼死我们吗？逼死你？那我倒要问问，你打我老婆那一巴掌，怎么办？怎么办呀，爸？你疯了，你大孩子！都是你生的这个贱种！要不是他在家里挑拨离间，我怎么能跑到这儿来为难齐月？这下好，我们戚家算是破产了，你们俩就等着跟我一起上街要饭吧！这种数钱的日子实在太开心了，太爽了！你要是喜欢数钱的话，我明天给你拉一30轮车钱。首富大人的马甲捂得可真紧哦！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只有一点小钱。你管这叫小钱？不管大小，以后都是你的。这还差？老牛发达啦！你今天为什么不直接赶走他们？虽然他们比较自私无赖，但是我对他们还是抱有一点期待的，希望他们可以做出一点改变。哎，怎么了？新单位，老婆，以后只要有我在，你就大胆的做自己，做最好的契约。那我们就还剩下最后一件重要的事。什么事儿？当然是春宵一刻值千金。明白。